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oppy， 我係一位國際專業美容評審導師。今日咧會教大家兩個點樣可以擊退唇色暗沉嘅方法，咁就需要以下材料嘅。首先，我哋搽返一浸厚啲嘅潤唇膏打底，然後我哋放大約1茶匙嘅砂糖喺紙巾上面，再印上唇露。之後我哋用手指打圈按摩30秒。另一個方法，我哋可以用切開半粒新鮮嘅白果喺嘴唇上面打圈按摩30秒。不過提返大家啦，如果生唇瘡或者唇部有潰爛嘅情況就唔好做啦。